要是咱俩不同班就好了，加他上体育课，我就可以让我来好了。不过嘛，我这张英俊的脸，你可模仿不来。对，我是模仿不来你那英俊的脸，还有你那肚子。兄弟，那么久没见，你好歹给我留点面子吧。安第一天上学就迟到，老师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是你要他吃完早餐才走的啊，要不然怎么会迟到？青少年哪有不吃早餐的呀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老说不过你。1、2、3、停！前面，再准3，抬腿4，抬腿2，3。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呀、项目都已经结束了，怎么公司里没有记录啊？不可能啊，他不是把公司的拨款证明给我们看吗？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呀。他会不会在骗我们？啊！